又係同大家自費實測食好嘢嘅時候啊！歡迎收睇利安食道 Leon Food Channel。今日同大家嚟到灣仔啊！今日其實係2月14號情人節，個個走去食西餐，而我哋選擇再戰勇虎啊！食翻個寧波菜先。講到勇虎啊，係本台開台嘅第一條影片啦，已經超過60K 人睇過啦，唔知你又睇咗未呢吓？如果你都中意呢啲自費實測嘅影片嘅話，請你幫手俾個 like、comment、share、subscribe， 我哋一齊去片。入到嚟勇虎，即刻睇睇佢嘅冬季 lunch menu 先。前菜分數各一，我哋會揀油浸沙萬響啊！沙萬響咧係呢個浙江舟山嘅一個名物嚟啊，陣間慢慢介紹。同埋呢個大頭菜啊。湯羹2選1，我哋會揀石橄欖番鴨海味湯。炸物都係2選1啊！老婆唔食春卷嘅，所以咧我哋會揀蝦蓉墨魚餅。海鮮我哋揀花雕汁蒸東海魚啊！東海魚唔知咩魚嚟嘅，陣間試試下。同埋咧蟹粉魚肚，梗係揀呢樣啦，蟹粉貴啊嘛。小炒類我哋會揀炒毛肚啊，即係牛柏葉喎。是日時蔬冇得揀嘅啊，到時嚟到乜就食乜啦。主食嚟呢個咧，酸湯牛肉豬紅燒年糕喎，幾特別啊！甜品係寧波湯圓，呢一個 lunch set 總共10道菜連甜品，每位498，茶位200蚊，零收10% 服務費啊！前菜嘅第一道烤大頭菜，與其話係一個烤大頭菜啊，不如話係一個炆大頭菜啊。點解咁講呢？呢個大頭菜本身咧，其實應該好硬淨、好硬身、好爽身嘅。炆到嗰個程度咧，就係只要用一隻匙羹，輕輕力都唔使用啊，就已經將佢分開咗，比呢個嘅蘿蔔糕啊呢啲咁嘅糕類咧更加腍身喎。佢真係應該炆咗好多鐘頭啊！我相信食落去口感非常軟糯，而佢嘅口味咧係一個帶甜嘅一個醬油嘅味道嘅。你睇睇中間醬油嘅色已經都入晒去嘅。本來看似好簡單嘅一個菜式啊，經過廚師嘅細心烹調同埋時間啊，由一個好普通嘅大頭菜變成一道好美味、好軟糯嘅美食啊！第二道前菜叫做油浸沙萬響嗱，沙萬響咧係浙江舟山嗰度一個嘅名物嚟嘅，就係咧將呢啲嘅沙萬魚咧醃製，然之後咧曬成魚乾啊。而烹調嘅方法通常都係蒸啦，或者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呢度咧係香煎嘅。你睇煎到塊塊金金黃黃，真係好有心機喎！而且咧個皮咧食到有少少脆面。佢雖然話係魚乾啊，咁但係其實類似嗰個感覺咧，就係一啲嘅半日鮮啦。其實醃製咗咧都唔係好耐嘅時間嘅啫，煎出嚟咧嗰個鹹香嘅香味咧非常之獨特，非常之咁吸引啊！嚟到湯水嘅部分，石橄欖番鴨湯嗱，其實呢個湯咧，反為咧係一個中國南部，即係廣東沿岸一帶咧，福建啊流行嘅一個湯水啊。講到湯水，似乎咧我哋廣東沿岸一帶咧比較出色啲。估唔到一個寧波嘅餐館可以食到呢一啲嘅福建菜。石橄欖本身佢都有呢個藥用功效，例如潤肺啦、止咳啦、化痰啦嚇，最啱呢啲冬天啊！好似我而家喉嚨咁鉗鉗聲啊，成日都有喉嚨痕啊，飲呢啲咁嘅湯咧嚇，非常之咁滋補啊！湯色十分咁清澈，呢啲鴨件咧全部已經煲到出晒味啦，所以佢鴨肉嘅香味咧已經落晒個湯度噶咯喎。海味嘅材料有呢啲嘅日月貝喺度啊，呢個海味味啊，非常之咁突出。整個湯水係以清潤啊、肉味、海味味為主啊，所以飲落去咧非常之舒服。加上佢用呢個小蠟燭咧助熱住呢個湯啊，十分之細心。冬天飲呢個湯確實唔錯喎。呢個蝦蓉墨魚餅啊，未上台之前咧，我想象中咧會唔會似香港港式大排檔嗰啲嘅墨魚餅啊或者蝦餅咁樣啊？原來唔同喎，咬開咗之後啊，蝦同埋啲墨魚咧，其實全部都係切粒，而唔係絞蓉啊，所以咧
好強烈，食到咧佢哋一粒粒嘅火粒感啊嚇，而且咧咬落去咧非常之 juicy 喎，嗰啲蝦同埋墨魚嘅汁水啊、味道啊，全部清晰都可以食到啊！整個菜式啊，唔好以為黑掹掹啊，其實咧蝦同埋墨魚嗰個鮮味咧，充分咁樣發揮到啊！加上有少少葱花切咗上去啊，增加咧葱嗰個香味啊，更加咧令到呢個嘅墨魚餅咧非常之咁惹味啊！花雕蒸東海魚啊，開頭咧見到個餐牌話東海魚喎，問經理係咩魚咧？即係佢話係小梅鮮啊，小梅鮮真係未聽過啊！上 Google search 都 search 唔到啊！經理係咪玩我咧？上到台就知道啦，原來係黃花魚仔嚟嘅。咁細條咁薄肉嘅黃花魚仔啦，蒸嘅時候都非常之考功夫㗎。我諗佢呢度咁樣切開咗，其實蒸咗4分鐘最盡啊，可能3分零鐘都已經搞掂啦。你睇佢啲肉騰騰，咬落去非常之咁細嫩啊，而且非常咁鮮美。而底下呢個花雕汁啊，花雕嘅酒味非常之香喎嚇，加埋咧有少少蒸嘅時候啊，魚嘅魚水咧入咗落去花雕嗰度，咁所以除咗花雕嘅香味之外咧，仲有魚嘅少少嘅鮮甜味走入去嘅。整體呢條魚啊，可以用鮮、嫩、香3個字嚟總括咗佢啊！蟹粉魚肚啊，細碟咗啲，孤寒咗少少啊！開頭以為係一人一碟添啊，點知係2個人都係食呢個份量喎。蟹粉好鮮味嘅嚇，應該都係新鮮拆啊！而家應該都仲有啲大閘蟹水味喺度啊嚇，所以咧啲大閘蟹啦，都係仲係非常之多膏。魚肚係沙爆肚嚟嘅，先用上湯煨過，然之後咧再加埋呢啲蟹粉落去煮啊，充分吸收咗上湯同埋蟹粉嘅精華嘅味道啊！最得意呢啲1粒2粒咩嚟㗎？原來係意大利陳醋嘅醋豬嚟嘅，入口爆豬嘅感覺啊！陳醋加埋蟹粉，當然係最佳嘅配搭啦。韭菜花白菜框炒毛肚。材料有毛肚，即係牛柏葉、韭菜花、白菜框。開頭我以為係嗰啲嘅，有白色有綠色嗰啲白菜，原來唔係，係黃芽白啊！帶出呢個小炒好香嘅香味嘅，有呢啲嘅蒜片，同埋呢啲辣椒喎。其實一個好簡單嘅小菜，用豉油將以上嘅材料白後炒而成啊，味道足夠，豉香亦足夠。雖然係一個好典型嘅北方小炒啊，但係亦都帶有廣東粵式小菜嘅風味喎。清炒時蔬，今日係炒菜心。雖然係一個好簡單嘅炒菜啫，用上湯煨過嘅呢啲菜心十分入味，炒得好靚啊！酸湯牛肉豬紅燒年糕，豬紅脆口滑身，最緊要咩啊？一啲渣都冇喎。牛肉用上咗牛腩，切咗粒，有肥有瘦，非常之有牛肉味，非常之有質感啊！寧波年糕柔軟得嚟，亦都十分煙韌，係佢嘅特色嚟啊！酸湯唔會有特別過分刺激嘅酸味啊，原來係用日本嘅番茄熬製而成啊！亦都係擁護呢一度嘅招牌湯底。呢個湯除咗今次要嚟做牛肉同埋豬紅之外咧，原來仲有呢個酸湯魚翅同埋酸湯黃魚，係呢個招牌菜嚟喎，下次可以試試啊！甜品係寧波湯圓、流心麻蓉餡，夠晒香滑啦！最尾呢個生果唔好以為係普通嘅橙喎，原來係橙同埋金嘅混合體，叫做紅美人。呢一個嘅紅美人原來係寧波土產冬季嘅時令水果嚟嘅喎。今集嘅介紹就嚟到呢度，如果你都中意呢啲自費實測嘅影片嘅話，請你幫手俾個 like、comment、share、subscribe，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